可以幫到你啊？因為婆婆嘅手用唔到力喎。咁啱我呢度有一個產品可以幫到你哋啊！呢個 game 點玩㗎？呢個產品係個名叫做減壓小鎮啦。佢嘅產品係主要係用嚟鍛鍊手部肌肉㗎。佢係以一個飛機欖做主題嘅樂齡產品啊！我係馬容希，於是我哋喺聖豐濟個書院入面呢，召集咗其他同學仔，有曉彤、泳詩、海彤同埋深藍。我哋用咗 Scratch 設計遊戲，再配合 Michael B 整咗一個控制器，讓長者訓練佢哋嘅手部能力同埋大腦。而呢個遊戲就叫做減攬小鎮。我哋呢個遊戲以飛機欖做主題，帶長者去佢哋嘅回憶，所以我哋嘅遊戲先叫做減攬小鎮。我哋先睇睇呢個手掣，佢係由2個獲力圈組成，用作訓練老人家嘅手部肌肉。入邊有個掣去發出信號俾 Michael B， 我哋用彈力嚟包住壓力圈，上面寫住左右，代表左手同右手以及長者要撳嘅方向。依家我哋嚟睇下隻 game 先。玩家要喺60秒入面盡量滿足顧客需求，6個顧客入面其中1個會彈出嚟，表示佢哋需要幾多個飛機欖。玩家只要諗夠顧客需求的飛機欖，顧客就會掉錢落嚟，玩家只要執錢就會加分，最後會喺完結畫面顯示翻分數。我哋有2種模式，分別係簡單同困難。簡單模式下，顧客會直接表達佢要幾多粒飛機欖，而困難模式就係顧客會出條加減數去表達佢要嘅飛機欖。我哋希望透過計算同埋隨機顧客嚟訓練老人家嘅腦力同埋反應力。咁我哋嚟實際玩一次簡單模式啦。依家我哋可以見到上邊係我哋嘅遊戲，下面係我哋嘅控制器。我哋撳住左邊手掣，我哋最下嘅投籃人就會向左移；撳住右邊手掣，我哋嘅投籃人就會向右移。兩邊一齊撳落去，就會投放飛機欖上去。飛機欖不停投上顧客度，顧客嘅要求數量就會不停減少，注意力就會轉為另外一個顧客。最後，我哋希望呢隻遊戲可以為長者帶來一啲關懷，令佢哋知道有班中學生係關注老人需求。我哋知道有好多香港嘅事物慢慢隨着時間嘅改變而消失，同時長者嘅身體又慢慢衰退，正正因此夢回飛機先會誕生。一齊嚟玩橄欖小鎮，回到舊時香港。